续进段消息，来看国民党17号正式来征调着侯友宜选总统，这嘛代表郭台铭正式来出局。尽管郭台铭发文章来祝贺，嘛承诺讲会做伙来拼赢选举，但是即卖传出讲，郭台铭一直认为讲家己会去互征调。就是因为惊收这动作会来刺激到侯友宜，所以前一天才会甲一寡挺郭台铭的宴会拢甲取消。为台为民。那亚总统的人选总算确定，这嘛代表鸿海创办人郭台铭正式来出局。严格即卖说传出着郭台铭一直抓准家己会红顶调。郭董跟这些挺郭人士讲，叫他们先不要动，因为他非常有信心能够在17号获得征召。所以陈玉珍这些挺郭的人士，直到征召的前一刻，都还非常相信说郭台铭是有机会被征召的。翻头来看规个时间表，15号暗时11点半，立委陈玉珍发起着挺郭记者会采访的通知。16号东港的透早雄雄宣布来取消。16月17号，国民党中常会正式定调侯友宜，传出就是因为郭台铭一直抓准家己会红定调，才紧急来法庭。16号下午的时候，这个郭朱在谈这件事情的时候，其实就是已经摊牌了嘛。那摊牌就是说，也说了这个可能不会去征召郭台铭，所以郭台铭当下就可能传出说有点动怒这样的情况。可是没想到呢，最后的剧情居然是急转直下。就是因为17号这礼拜朱立伦连续2天和郭台铭来见面，严格敢若第2摆提出着民调，互郭台铭真不满。虽然讲定调迄天郭台铭伫咧面册顶悬发文章来祝福，嘛话声爱党来团结，互民进党来落台。严格传出着郭台铭因为无得到定调的提名，要和厝邻的人去日本行咧。那安尼敢阁有法度来团结国民党的立委是真有信心。这场征召已经在这礼拜3确定了，我们就是征召结果确定之后，就是全力以赴，勇往直前，全力打拼。我们相信郭台铭董事长智慧，我们相信侯友宜总统候选人的领导。现主时就是团结，共同努力。只是连续2摆无得到国民党总统人选的提名，郭台铭后一步会安怎来布局，拢会影响到2024政局的变化。晚间9点，邀请您与世界同步，60分钟掌握全球脉动。What News 9，陈雅玲世界晚报给您崭新视野。